美国国务院的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状况报告中，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因为东突厥斯坦出现的践踏宗教自由的严重性。报告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国务卿蓬佩奥说：“我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一些维吾尔人，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国维吾尔人没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为了记录新疆令人震惊的对宗教自由的侵犯，我们在今年的中国报告中增加了一个特别章节。历史不会对这些侵权保持沉默，但需要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之声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其欺骗世界运动的一部分，中国派遣所谓的宗教代表到其他国家。据报道，所谓新疆伊斯兰学院院长阿布多热克布土穆尼亚兹对马来西亚进行访问。他向马来西亚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并声称中国没有任何限制宗教的工作。星期五，超过600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特朗普，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游说团体代表在就中国关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了这封联名信，签署企业大多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他们表示，对中国加税有助于企业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将5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阻止他们购买美国制造的芯片和元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伊朗没有获得核武器，那将是繁荣的，并让美国总统成为最好的朋友。特朗普同时表示，依然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拥有1枚核武器。特朗普并指出，如果伊朗领导人放弃核武器计划，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富饶的国家，我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在香港，反送中游行示威者由于提出的要求未得到回应，而从公共大楼前撤离。抗议者要求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释放并撤销起诉前被捕的示威者，收回港府对6月12日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冲突的暴动定性，并追究冲突期间警察涉嫌滥用暴力与滥权行为。反对派认为，就逃犯条例的这一修正案将消除香港的自由。香港官员在将一谋杀嫌疑人引渡到台湾之前，需首先修正法律。